大家好，我係蔡偉雄。咁如果大家都喜歡我製作嘅玄學片段啦，咁希望大家都會 like 同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咁亦都可以分享我嘅片段俾你個好朋友嘅。嚟到丙午晚年屬狗嘅朋友喺12生肖排行榜裏邊排第6位啊！今年有太歲半合啊，所以人緣運上面都相當唔錯噶。加上三台同埋華蓋吉星助命咁喺讀書同埋工作方面運勢都非常之好噶。尤其是做設計或者創作嘅朋友機會更加多添啊！雖然有吉星助命啫，切勿忽略空星嘅影響啊！受到披頭空星嘅影響家宅運未如理想啊，要多加注意長輩嘅健康啊，可能有一啲負面嘅影響啊！再加上官符空星嘅影響啦，可能背後比較多是非啊，甚至可能有官非纏身都未定啊！新一年記住少説話多做事啊，簽任何文件回覆任何 email 都要睇清楚啊！喺工作方面得到太歲半合嘅幫忙啊，人緣運相當唔錯，可以得到朋友幫你解決問題啊。加上三台同埋華蓋吉星嘅幫助啦，喺工作上面可有突出嘅表現啊，甚至有晉升嘅機會啊，亦都可以成為各行各業嘅傑出人才啊。尤其是做設計或者係創作嘅朋友個機會更加多添啊。至於讀緊書嘅朋友喺呢個學習同埋分析能力都有所提升啊，非常之好啊。雖然有吉星嘅幫助啫，切勿掉以輕心，受到官符空星嘅影響啊，提防自己喺工作上邊容易會說錯話，甚至簽錯文件啊，招惹一啲是非翻嚟啊，甚至喺後邊俾人哋督背脊啊。如果嚴重嘅話甚至可以有官非纏身添。不過好彩有地解吉星嘅幫助遇上厄運都可以逢凶化吉噶。喺財運方面得到太歲半合嘅幫忙啊，有助提升人緣運啊。多啲同人客溝通一下有利日後生意上面嘅傾談啊。加上三台同埋華蓋吉星嘅幫助做生意嘅朋友可以得到名望啊。尤其是做創作或者係做設計嘅朋友機會更加多添啊。唯一要注意一樣嘢就係喺新一年裏邊受到呢個官符空星嘅影響注意一下簽合約同埋文件上面嘅細節啊，必須要看清楚啊，唔可以假手於人啊。新一年同不太熟悉嘅人客去做生意嘅話記住先付款後交貨啊，以防日後有金錢上面嘅糾紛啊。喺感情方面受到太歲半合嘅影響啦，人緣運相當唔錯，但係始終冇桃花星飛入命宮啊，所以新一年千祈唔好急進啊。加上華蓋吉星助命啊，單身嘅朋友較為細心於工作上面啊，對談戀愛嘅慾望唔係咁高啊。至於拍緊拖同埋結咗婚一段時間嘅朋友要多啲同伴侶溝通一下，切勿冷落佢哋啊。受到五鬼空星嘅影響啦，自己常常懷疑另一半係咪有一啲嘢瞞住你呢？大家應該要多啲傾談啊，多啲溝通啦，以免引起一啲不必要嘅誤會啊。喺健康方面，因為受到太歲半合嘅影響啊，工作方面應酬特別多啊，要注意下自己飲食啦，同埋要做適量嘅運動去保持自己嘅健康啊。此外受到呢個披頭空星嘅影響啊，家宅運未如理想啊，長輩容易有病災啊。記住新一年避免去醫院度探病啦，或者去問喪啊。最後受到五鬼空星嘅影響啦，成日喺度疑神疑鬼啊，令自己情緒會唔好啦，甚至心情淡的不安添。如嚴重嘅話仲會影響健康添。建議新一年比較放鬆自己嘅心情啊，唔好去懷疑咁多樣嘢啦。